你時不時都試過退落來之後覺得終於有空，於是日日去喝茶應酬，今天同呢班舊同事飯局，明天同嗰班同鄉會打牌，你以為這些叫人脈，叫享受晚年。但為什麼當你晚上睡不着，或者半夜醒來個心無端端覺得慌，你打開手機望住裏面嗰幾千個聯絡人，竟然找不到一個可以真正傾得埋講到心事的人。好多老友記退落來之後，最怕就是靜，辛苦了大半世，總覺得現在大把時間要四圍去威，要告訴全世界聽自己退落來一樣就沒有影響力。你以為這些叫識嘆，但我今天要和你講句真心話，人到晚年最高級的活法絕對不是向外盲目折騰，而是一場收攝心神的修行。你身邊那些虛假的熱鬧，其實是一個無底黑洞，慢慢這麼吸乾你最後的腹部。我們先來講低第一筆賬。人過了60歲，其實每個人個心裏面都應該重新立一本人生下半場的賬本。上半生我們在社會度打滾，是這麼做加法、加朋友、加飯局、加面子。但是60歲之後的賬本，如果你仲是盲目這麼做加法，將些無謂人當成資產這麼擺入去，這些就叫瘋狂持有不良資產。我學你講個舊陣時的事，當年有個人叫迪叔，迪叔那時候腦筋轉得快，把口又甜，自己出來做貿易批發，確實是賺了一筆大錢。他個人最大的愛好就是講義氣，充大頭鬼。在他最風光嗰幾年，晚晚的飯局都沒有停過，只要有人嗌他一聲德哥，不管識定不識，他都爭住去結賬。他最鍾意拿部手機出嚟同人講：你看下呢座城市有頭有面的人，誰不給幾分薄面我？那時候時我都勸過他，我話交情不是在酒台上面喝出嚟的，人心亦都不是靠結賬交回來的。他笑我保守，話我不識做生意。後來撞正大環境不要，經濟一個大轉彎，德叔的生意資金鏈斷裂，連伙計些人工都出不到。他滿心歡喜這麼以為，平時嗰班日日和他稱兄道弟，在酒台度敬他酒的人會拉他一把。結果點？打電話一試就難到，一試就話轉頭覆你，然後永遠失蹤。去到別人公司門口，保安冷冰冰，即咪話老闆出了差，樹倒簸身散，牆倒眾人推，大叔就這麼破了產。如果故事去到這裏，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生意失敗，但最令人心痛的是他的晚年。德叔後來靠住親戚幫補，勉強過住退休生活，但他始終放不低當年德哥個光環，每個月拿住嗰少少養老金，仲要去茶樓度充闊佬，死都要維持他那個虛假的交際圈。最後他在酒台上面給一個識了沒有多久，自稱有內幕消息的後生仔，用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投資項目，走晒他最後嗰筆棺材本，連住緊嗰層舊樓都劃算壓埋。我最後一次見德叔，他一個人坐在公園張場地度，對眼是散的，耷低頭避開我的目光，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講不出。你以為德叔是給騙子毀了咩？不是，他是給自己的虛榮心，給那些毫無價值的無效社交吸乾了最後一滴血。大自然裏面有好多智慧，如果你用心看，萬物都在說法。你有沒有留意過牆角或者山窿裏面的壁虎？當壁虎遇到危險，被天敵咬住的時候，它第一時間會做些咩？斷尾，沒有錯，就是捨棄身體的一部分，留得住條命，先有得講以後。呢種壁虎斷尾的求生本能，就是最高級的避險智慧。人到晚年，你身邊那些只會消耗你的酒肉朋友，那些為了攀比而存在的群組，那些一年到晚都不找你，但一找你就借錢的親戚，就是嗰條會拖死你的尾巴。你不夠膽斷尾，不夠膽斬斷這些業力網，最後連你自己條老命同成個家族的根基都會賠埋入去。法句經裏面講過一句說話：愚夫意欲生，求名不求實。大白話來講，就是話愚痴的人，情世人只是追求表面的虛名同熱鬧，看不清事物真正嘅本質。你退落來了，手頭上的權力沒有了，
資源沒有了，你仲拿住自己的養老本去請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人吃飯，圖些咩？圖他們讚你一句老當益壯。人到晚年，最大的破產不是沒有錢，而是給虛情假意的人耗盡了你最後的精力同底氣。所以聽我一句勸，今天看完呢條片，拿起你部手機，將那些無謂的群組退了它，將那些消耗你的人刪了它，不要害怕得罪人。你都去到這個年紀啦，仲需要看別人面色做人咩？把心門關嚴，將圈子縮細，留返些時間給老伴煲碗漂亮湯，或者一個人坐在露台曬下太陽。呢份不給人打擾的清靜，先是你晚年最貴的奢侈品。聽到這裏，你可能心想：好了，我聽你講，斬斷晒出面那些無謂社交，將些心機同財富全部留返晒給自己些仔孫，等他們將來生活得舒舒服服，這樣就應該還回一室啦啩。如果你真是這麼想，我今天就要潑你一盆冷水。好多老友記辛苦了大半世，死省死劃算，買多2層樓，存多幾張定期，臨走之前將這些資產安安穩穩這麼交到仔女手裏面。他們以為這些就叫傳承，就叫對得住祖宗。但我在社會都看了幾十年，起起落落的家族，見過沒有1000都有800。我告訴你，聽一個極度殘酷的真相。只是靠錢去傳承的家族，基本上富不過3代。只有靠規矩傳承的家族，先可以穿越風浪。易經裏面有句好出名的話，叫做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。大白話為什麼？你試下想象一個3歲小孩，手無寸鐵，但是孭住一大袋黃金在條黑悟空的街道行，你估他是富貴，還是極度危險？如果你沒有提前幫些仔女裝上一個剎車掣，沒有教識他們怎麼樣去駕馭財富，你留低的嗰幾千萬，分分鐘就是惹禍上身的催命符，留給子孫金山銀山。不如在他們心裏面畫一條永遠都不可以踩的紅線。呢條紅線，我管它叫無形的信託，它不是銀行裏面那個保險箱，而是你刻在他們骨子裏面的底線同信用。我和你講過家人的事。好耐之前，我們家族裏面有個後生仔，我們叫他阿俊啦。阿俊那時候是20幾歲，年輕氣盛，死都要自己出去創業做貿易。我當時見他有團伙，就給了一筆啟動資金他，數目不算大。當時給他交學費。一開始，這個後生仔運氣不錯，撞正個好市道，賺了少少錢，走路都帶風這麼款。但是做生意邊有日日都是好天？沒有2年，上游供應鏈出了大問題，他些貨全部砸晒在手，資金鏈瞬間斷裂。當時他仲爭緊一間細加工廠幾十萬的尾數。那時候時的阿俊面臨2個選擇：第一，將手頭上最後嗰少少現金拿去還債，這麼他間公司就馬上要宣告破產，他自己亦都會一無所有；第二，他可以選擇拖欠呢筆錢，甚至直接申請清盤賴佬條數，這麼他自己仲可以留返些底褲錢，博改天東山再起。嗰晚半夜，阿俊跑到來我間書房，喊到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他求我出手幫他填了個窟窿，又或者及他將筆尾數先賴住，等改天有錢再還。他心裏面可能覺得我是長輩，見到自家小孩受苦，實會心軟，但我當時就坐在他對面，冷冷地望住他，一句安慰的說話都沒有講。我只是問了他一個問題：你爭人錢嗰間加工廠個老闆今個月出不出到糧給些伙計？阿俊愣住了，支支吾吾答不出聲。我企起身，指住他個鼻和他講：你今天就算將間公司賠到一乾二淨，將你自己層樓賣到血碎街，你都必須在明天太陽落山之前，將爭別人的最後1分錢結清。做生意吃虧錢，是你能力不夠，這些照交學費。但如果你今天夠膽賴咗呢筆數，你就是人品破產。你呢世人都不配再做生意，我亦都絕對不會再認你這個親戚。你以為我好狠心？不是，這個先是我給他上的最重要一課。後來阿俊乖乖地將些錢結清晒，間公司破了產，他自己去了別人公司度打了好幾年工。但就因為這件事，嗰間加工廠的老闆四圍同人講，
話阿俊這個後生仔有擔當，講信用。幾年之後，當阿俊準備再次創業，那時候好多當年知道這件事的供應商，連定金都沒有收，直接將些貨發給他。這些就是信用的力量。錢沒有了，只有信用仲在這裏。人設沒有冧，你隨時都可以在廢墟上面重建高樓。屏幕前的老友，你可能覺得自己只是個普通人，沒有咩巨大的商業帝國需要傳承，但這個道理擺在任何一個普通家庭裏面都是一樣的。你晚年最高級的活法，絕對不是日日在家替些仔女操心柴米油鹽，更不是縱容些孫的各種小毛病，而是在日常的餐桌上，在每一件微細的事裏面，幫他們列下規矩。個孫應承了同學的事沒有做到，你必須要叫他去道歉，告訴他聽咩叫一諾千金。仔女為了少少蠅頭小利，在親戚面前耍心機，你必須要嚴厲制止，告訴他們聽咩叫不佔人便宜。你得給他們知道，你們這個家可能不是大富大貴，但有些底線是天塌落來都不可以退讓的。德行就是你帶得走的業力，亦都是你留得低的福報。呢份言傳身教的品格，呢種對信用的敬畏，先是你這個做長輩的能夠留給個家族最堅不可摧的護城河。搞定了外隨圈子，列好了家的規矩，好多老友記這個時候可能就鬆一口氣，心想終於輪到我啦，辛苦了大半世，現在退老休，我仲不報復性這麼去旅行，四圍去打卡嘆下世界。你看下身邊是不是大把退老休的老友？今天飛去歐洲看古堡，明天又話要去些高原雪山，死的心靈。逢人就話這些先叫息嘆，先叫做最高級的晚年。但我今天要和你講句最篤心的說話，你以為這些是享受人生，其實你是在這裏透支緊你人生最後一張底牌。佛教裏面有個核心的概念，叫做有漏皆苦。咩叫做漏？個杯穿了個窿，些水滴下滴下流走，這個就是漏，擺在人的身上。你視為去尋求刺激，對外攀援，你的精神、氣血、元氣就是這樣，讓一點一滴漏走緊。你以為你去旅行是吸收天地靈氣，其實在舟車勞頓、顛倒作息、拖住件大行李趕行程之中，你是將自己最寶貴的生命能量毫無節制這麼漏出去。我們不如將人體想象成一間運轉了幾十年的老工廠。你後生那時候機器新、馬力足，你隨便點折騰、捱夜、喝酒，全世界飛。身體呢，本賬都仲可以勉強做到收支平衡。但過了60歲、70歲，你的認老、你的血壓、你的心臟、你的關節，就是你呢間老工廠裏面最脆弱的資金鏈。而你身上僅存的氣血，就是你晚年唯一的現金流。只要市場稍微有少少風吹草動，現金流一斷，哪怕你賬面上有再多資產，明天都有乖乖宣告破產。人老了，你副身骨就是同一條道理。我識得一個老友，下名嗌他做長叔了。長叔退落來之前，做了幾十年穩職，成世人都規規矩矩。退落來之後，他突然覺得要釋放自我，話要去某個極高海拔的雪山聖地看最純淨的天。身邊些仔女勸他，話年紀大，不要去這麼高海拔的地方，萬一頂不順就大件事。長叔仲發脾氣，話我吃鹽多過你吃米，我不知幾壯健，日日行山。你們班後生不要阻住我追求人生。結果點？長叔一上到高原，高山反應嚴重到唞不到氣，加埋日夜溫差大，馬上引發了急性肺炎。當地醫療條件又有限，最後要家人撲水包架醫療專機送回來急救，在深切治療部住了3個月，命就總算是執得飯。但是長叔原本硬朗的身體，經過呢一次折騰，徹底殘晒。現在連下樓出門買份報紙都要人付，每個月的醫藥費仲好似倒水這麼倒。你去高原、去雪山、去那些要倒時差、水土不服的地方旅行，這些做咩？用做生意的話嚟講，這些就叫盲目加槓桿、瘋狂擴張。你以為你在這裏享受人生，其實
你是主動給自己的身體製造巨大的波動。你嗰條脆弱的健康現金流，一旦某個環節扛不住，比如突然在異鄉跌親，或者感染了些當地的不知名病毒，瞬間就會斷裂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你有再多的退休金，住再大的屋，有咩用？只能夠全部集入去醫院張病床度，不單止自己受罪，仲將一家大細拖入一個無底洞。所以人老了，千祈不要去追求那些虛無縹緲的新鮮感。晚年最高級的活法，不是你將護照上面蓋了多少個人，而是老老實實怎麼待在你熟悉的環境裏面，過好每一個平淡的日子。每日朝早幾點起身，吃一碗熱辣辣、清清淡淡的白粥，去樓下個公園散下步，同些街坊點個頭。下午幾點鐘拉埋窗簾午休。這些看似枯燥無味的日常，其實就是你呢間老工廠每日雷打不動的營業收入。你能夠精準這麼控制自己每一日的呼吸同節奏，將你呢家叫做身體的企業經營得平平穩穩，不起波瀾。哪怕出面狂風暴雨，你間屋裏面依然有一碗熱茶可以慢慢喝。呢種收攝，呢種克制，先是你晚年最穩健的投資，是你守住一切尊嚴的基礎。當你學識將向外攀援的心收返進來，守住自己的氣血，不再流腹，你先真正擁有了晚年的底氣。不過，你以為個身安安穩穩這麼坐在家，不出去亂這麼折騰就沒有事。如果你個腦都跟住一起退休，對出面的世界閂埋大門，對新事物不聞不問，這樣你將會迎來另一種更加無聲無息，亦都更加致命的破產——認知破產。佛教裏面有一個好深刻的詞語，叫做所知障。好多人以為人老了學不到東西，是因為腦筋退化、記性差，其實不是。佛家講阻礙，我們看清真相的最大障礙，往往不是無知，而是所知。咩意思呢？也就是說話，你過去累積落嚟的經驗，你自以為好聰明的閱歷，你大半世人建立的常識，變成了一堵厚厚的牆，擋住了你去看清這個世界真實的變化。有些老人家為什麼越老越固執，越老越乞人憎，甚至連自己些孫都不願和他講多兩句？其實不是他們脾氣變差，是他們心裏面個我字太大了。他們最鍾意將一句說話掛在嘴邊：我尺鹽多過你尺米，我過的橋多過你行的路，我呢世人咩大風大浪未見過。於是他們心安理得這麼將道門閂埋，拒絕接受任何新東西，連用部智能手機都嫌煩，連現在社會發生緊咩大轉變都不想聽。如果你都有呢種心態，我今天得淋你一盆冷水。時代拋棄你的時候，連一聲對不起都不會和你講。真正的衰老，從來不是由你出白頭髮嗰日開始，而是從你對這個世界不再好奇嗰一刻開始。我和你講個舊陣時的真事：90年代中後期，我們呢座城市的地產市道熱到發燙，滿街都是炒樓的人。商界裏面有個老行尊，我們叫他丙叔啦。丙叔做傳統地產生意起家，手腕極硬，膽子又大，的確是威過好長一段時間。但他有一個致命嘅弱點，極度固執，迷信自己嗰套老經驗。當時世界已經變緊，電腦同互聯網開始普及，全球資本流動的方式發生緊巨變。當時好多有遠見的公司已經要求高層必須全面學習電腦化管理，日日要看國際金融市場的最新動向。而丙叔呢，他完全看不起這些東西。他在酒局上面拍住台，大聲笑，話做生意就是買地起樓賣樓，對住幾部破電腦就可以賺大錢。那些全部都是小孩玩的把戲。有一次，市面上有塊地皮放售，表面看落好漂亮，但其實背後牽涉嘅資金鏈已經岌岌可危。當時有些用緊新資訊網絡分析嘅同行，一早嗅到大氣候不對路，避開了。但丙叔因為資訊封閉，只是信自己對眼同所謂的直覺，以為執到寶，大手筆加碼投資。結果你估點？沒有多久之後，一場席捲全亞洲的金融風暴殺到埋來。丙叔因為完全沒有提前做任何對沖準備，他那個建基於傳統經驗的資金盤瞬間崩塌。
那個曾經叱咤風雲的地產大亨，就因為看不起新事物，拒絕學習，最後輸到連底褲都沒有得剩。丙叔究竟輸在哪裏度？他是輸在肉身未老，認知已經先破產。你以為呢種事只是會在商界發生？錯了，在你的環年生活裏面，呢種認知破產幾乎每日都在上演。你看下現在那些給保健品推銷員三言兩語就走一生積蓄的老人家，你看下那些在飯台上面同兒孫輩完全打不到嘴，最後只能夠默默扒飯的長輩，你再看下那些去到醫院掛號連部製造機都不識撳，只能夠無造這麼企在這裏嘆氣嘅老友記，這些是因為咩？因為他們主動交出了對這個世界的解釋權。當你放棄了學習，時代就放棄了你。你在家裏面的話語權就會從一個受人尊敬的長者，慢慢變成一個需要被人照顧，甚至被人隨便敷衍的老闆佬。所以我成日講，做人啊，種樹不可以日日刨開些根來看，但你必須要知道今天出面落緊咩雨。真正的修攝不是叫你變咗一磚木頭佛，身要靜，但心要明。我呢把年紀依然保持住一個最笨的習慣，每日朝早我都會抽時間聽下新聞，了解下全球最新的產業趨勢。我知咩是人工智能，我知咩是新能源。我學這些是為了去投資賺大錢咩？不是，我是為了保持大腦裏面的飢餓感，為了令自己依然留在呢張叫做時代的牌台上面。人到晚年，千祈不要害怕學新東西，學得慢無所謂，最緊要是你要有這個空杯的姿態。呢種姿態其實是一種最強大的防禦機制。當你對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依然保持敏銳，就沒有任何低劣的騙局可以輕易套走你的養老品。當你仲可以同個孫傾下最新的科技發展，你在家族裏面的地位就永遠都是一根定海神針。放低我赤鹽，多過你赤味的磨汁，破除所知狀，保持靈魂的清明，這個先是對抗衰老最頂級的法門。當你將身邊的損友斬斷啦，家的規矩立好啦，肉身的氣血守住啦，大腦的認知亦都打開啦，所有向外的東西你都安頓好晒，按道理你應該可以舒舒服服這麼嘆世界啦。但現實往往好殘酷，好多老友記，當人生這場戲即將落下帷幕，當所有熱鬧都散去，剩低自己一個人對住四埲牆的時候，個心會突然之間覺得極度空虛，甚至湧起一會莫名的恐懼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你習慣了成世人都要被人輸有，習慣了在別人的目光裏面找自己的價值。一旦沒有人再望住你，你就連自己是誰都不知。做了大半世人，我最常看的一張表叫做資產負債表。一間公司無論曾經幾這麼輝煌，每年去到年底都必須要清算，要結賬。人活一世其實都是一樣，我們呢一代人捱過苦，拼搏過，有些甚至輝煌過，但去到晚年，好多人最過不去的嗰道坎，其實不是沒有錢，而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老了，不甘心手裏面的權力同影響力沒有了，更不甘心自己慢慢被這個世界遺忘。於是乎，有些老友記會拼命這麼在仔女面前刷存在感，什麼事都要加把嘴管一下，又或者日日在社交平台度發各種長篇大論，轉發無數的文章，渴望得到別人的讚好同關注。這些叫咩？這些叫逆勢而為。大自然有四季，經濟有周期，生命亦都有它的節奏。在人生的繁榮期，你要敢於擴張，敢於拼搏，但去到衰退期，亦也就是說晚年這個收縮期，你唯一的策略就是收復，接受平淡。最高級的晚年，不是拼命去留住些咩，而是平靜這麼學識放手，在獨處之中完成你自己一生的節賬。禪宗裏面有一個好出名的意境，叫做趙州茶。相傳古時候有人去參拜趙州禪師，問佛法的大道理。禪師問他：你以前來過未？那個人話：未來過。禪師就話：這麼喝茶去了。後來又有一位熟客來參拜，禪師問同樣的問題，熟客話：我來過好多次了。
禪師依然是笑笑口這麼話，這麼喝茶去了。為什麼無論你是粗來朴道，還是歷盡滄桑，答案都是喝茶去？因為人生的百般滋味、恩怨情仇，去到最後都離不開呢杯茶。人生就好似一壺茶這麼，頭一兩泡要走吃艱難，陣味又苦又澀；中間嗰幾泡事業有成，家庭熱鬧，陣味濃烈醉人。但去到晚年，呢壺茶已經沖了5、6泡，出嚟的水早就淡如白水，只是剩低少少若有似無的回甘。好多老友記之所以痛苦，就是因為他們硬是要在呢杯已經淡了嘅茶裏面，逼住找翻當年嗰種濃烈。你得承認，屬於你在舞台中央的呢個時代已經過去了。無論你當年是一呼百應的大老闆，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打工仔，去到這個年紀，我們在時間面前全部都是平等嘅。我現在越來越中意獨處，每日清晨天未光的時候，我就會一個人坐在家個廳度，我不開燈，就這麼靜靜地坐在這裏，望住窗外的街燈一盞一盞這麼熄滅，望住太陽從雲層後面一點一滴這麼升起，將成個天空照到金黃色。那個時候，我個腦裏面沒有幾千萬的生意盤算，沒有談判台上的廝殺，亦都沒有出面世界的圈套。我只是覺得呢份安靜真是好，一世人的算計得失，去到呢一刻，全部都放低晒。人呢世赤條條這麼嚟，最後亦都是赤條條這麼走。我們終究要學識一個人去面對呢段漫長的孤獨，甚至平靜這麼去面對終點。呢種不是消極，而是最高級的通透。當你不再向外索取關注，不再害怕被遺忘的時候，當你能夠安然這麼坐在一個無人的角落，同自己呢大半生和解的時候，你先真正擁有了靈魂的自由。這個就是晚年最難熬，但亦都是最高級的一個習慣。明心見性，學識清盤。你成日去廟裏面裝香拜佛，求神明保佑你晚年好命。究竟你求緊些什麼？無非就是求自己身壯力健，無病無痛，求些仔女乖巧聽話，不要惹事，求個荷包平平穩穩，不要穿底。但是你靜低心想一想，菩薩真是可以憑空跌個好命給你咩？好多人中意研究命理、看八字、看風水，總是覺得自己條命是有天注定，或者是由某種神秘的外力去操控。他們覺得晚年過得好不好是看運氣，如果運氣不要，就想靠買件法器擺個陣來改命。但我在這裏看到大半世人，我慢慢悟出一個道理：所謂的玄學命數，聽落好似好深奧、好神秘，但古人覺得真正的風水從來都不在外面，而是在你自己個身上。佛家成日講因果，你種低咩因就得咩果。命其實就是你每一日無數個微細選擇的總和。你上半生種低的因，去到晚年就是結算收成的時候。你回顧一下我們剛才講過的5個最笨的習慣，其實就是一場由壞到利的修飾修行，亦都是幫你重新種下善因的法門。當你肯狠下心腸，斬斷那些無效社交，將心門閂埋，你就不會再被外人吸乾你的福報同精力。這個就是保住你的和氣。當你肯在餐桌上面幫家人立好規矩，守住底線，教識子孫咩叫一諾千金，你就不會將財富變成催命符。這個就是保住你家族的正氣。當你肯將自己的身體當成最後的現金流這麼去守，不去盲目折騰，老老實實過好每一日的平淡日子，這個就是保住你生命的元氣。當你肯放低我戚鹽多過你戚米的固執，破除所知障，保持一個空杯心態去了解這個世界的變化，這個就是保住你大腦的清氣。去到最後，當你肯坦然面對終局，不再向外索求存在感，在安靜同獨處之中同自己和解，這個就是保住你靈魂的靈氣、浩氣、正氣、元氣、清氣、靈氣。當你將呢5樣東西收攝得好，管好自己的身、心、人、言行，其實你已經幫自己布下了一個最頂級的風水局。這些看似最笨的習慣，
在關鍵時刻，不單只可以保你的平安，仲可以護住你成個家族的根基。好多人窮其一生去追求所謂的最高級活法，以為是去多少個國家旅行，切多少餐山珍海味，但繁華落盡，你會發現晚年最高級的活法，從來不是向外揮霍，而是向內收斂，懂得及時清盤，懂得平靜放手，懂得在淡如白水的日子裏面，踏出那一絲若有似無的回甘。所謂求好命、求轉運，不是叫你信命，而是叫你看清你自己。當你看透了呢一點，你就不需要再去思維拜佛求神，因為你自己就已經是自己最大的菩薩。這5杯茶，我今天和大家好到這裏。在評論區寫 Danny 現在最放不啲，或者覺得最難做到的是邊一個習慣，寫出來，面對它，個心自然就會鬆些。如果你覺得今天呢壺茶對確適喝，對你有少少啟發，不妨私下訂閱這個頻道，加個讚好。我們下次再坐低慢慢傾。